现代人拢真爱饲宠物来做伴哦，也毋过真侪人拢无正确观念，防放杀的动物嘛袂少。动保团体早起就公布民间版本的饲养的指南，互民众来参考哦。伊嘛呼吁官方应该赶紧来制定相关的规定。尖尾兔仔看起来真古锥，即马袂少人厝内会甲饲来做动物伴。毋过动物保护团体讲，这几冬接到真侪救援的案例。他们就在一个家，然后无限量的繁殖，然后饲主他也没有办法，就是去整理他们的环境。动保团体讲，真侪宠物受到主人不当养饲，甚至甲放杀，像尖尾，最近逐个月至少有3件以上，因逐当平均嘛着救援200多只的兔仔，因为买卖无管理，这个宠物下场真不幸，所以因推出养饲指南，嘛呼吁官方比较办理。这么多种的小动物，那稽查员有时候他根本也不是每一种动物他都了解。饲养指南就可以给店家啊，或者是饲养的民众，甚至是一些就是展演场所，然后以及动保的稽查员，他们都可以来做参考。秉持的就是分类分级管理的这个概念，只要我们农委会这边核准可以饲养的宠物，通通都会订定饲养指南。农委会官员表示，目前当咧修动保法，会检视市面10种买卖量上济的动物，制定相关的规范，将要求业者必须提供正确的养饲指南、设备指引等等，减少民众不当养饲的问题。记者陈国立台北采访报道。